我哋通過泡茶嘅練習，可以提升洞察能力。好多時候，我哋都會被潛意識支配，但係不自知嘅。中庸所言，喜怒哀樂之為法，謂之中；法意至眾節，謂之和。亦就係話情緒咧係為人所用，但係我哋唔可以被情緒操控。喺學泡茶嘅過程當中，我哋好專注關注水嘅時長啦、出湯嘅時機等等呢啲每一個動作，關照自己嘅起心動念，就能夠喺情緒發生嘅時候睇清佢嘅本源，以第三者嘅視角咧去審視自己，擺脫潛意識嘅束縛。但係茶修並唔係話修成冇情緒咁樣就成為咗生如枯槁，心如死灰。中國茶道嘅本質咧，其實喺泡茶當中可以洞察情緒，令到情緒嘅表達可以契合當下嘅氛圍，做到法意至眾節，從而可以實現咧情緒嘅自主掌控。